觉斯坦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在为中国提供经济增长。最近，金矿和煤矿被发现，从而帮助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稳定。中国统计局公布，2019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6.4%，终止了连续多季度的下跌趋势。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4%。最近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踏访喀什并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为《一座城市如何变成牢笼》。文章称，昔日老城迷宫般汇集的泥砖房屋已大多被拆毁，政府是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，但重建后出现的是汉族风格的街道。记者们不能采访当地居民，因为他们经常被警察跟踪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拜访了社区仍然开放的寥寥几座清真寺之一，著名的艾提格尔清真寺。伊斯兰周5的举玛礼拜仅有几十人参加，几年前数千名礼拜者会在这里聚集。在这座清真寺，礼拜者需登记并通过安全检查。俄罗斯联邦军事和技术合作局4月16日透露，俄罗斯按照此前与中国签署的合同，已经向中国交付全部苏35战斗机。据塔斯社4月17日报道，俄军事技术合作局表示，按照合同要求，所有苏35都已交付给外国客户。米鲁前总统阿兰·贾西亚在家中开枪自杀。米鲁当局表示，贾西亚当日早些时候企图开枪自杀，并击中头部。当时警方到达他位于首都里马的家中，准备以涉嫌贪污进行拘捕。贾西亚于1985至1990年、2006至2011年间2度担任总统。利比亚首都的黎伯利郊外，东部军事领导人哈利发·哈夫塔尔抹下国民军与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力量继续交火。利比亚军事领导人哈利发·哈夫塔尔将军本月4日命令武力夺取首都的黎伯利以后，隶属于民族和解政府的部队开始打击所有战线。双方之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，已造成多人死伤，本国已陷入混乱。此外，欧盟的28个成员国呼吁将苏丹政府全权转让给平民过渡政府。